世界万行代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晴。哇，你著看到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新眼界。这是有史以来上长的批场啊！你啊，属于镜头摕好，搁食这汉堡。我甲你讲，内面啊，这卵啊，我甲你讲，这鸡卡拢伫遮。今仔日，咱就来甲你讲，啥物叫做食物鸡所做的荷包蛋的寿司。啊，恁两个坐一家等我久。这样吼，小树，这陶德，这两个少年的吼，你甲观众朋友拍一下招呼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小树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德。我刚才会记得食吼，这内面有这卵，嘿，这卵恁家己研发的，应该是讲阮爸爸研发的。恁爸爸研发的，这是听讲甲迄个工学研究院有合作。哦，对。所以因是甲这个材料交互恁，啊，交的时阵就是交这荷包卵互恁，还是讲交讲，我甲你讲哦，这是两人，啊，这是两杯，是安怎交互恁的？我是内底有一寡技术合作，对于迄个口感啊，对于营养啊，拢有提升，啊，互伊较成功能安尼。食了感觉安那？我怎么讲哦？你若有甲我讲哦，食袂出来哦。找不出来啊！恁两个大骗子，你两个大骗子，这真的呢。我胖华你来食看卖，看这是毋是卵？你来看，哦，这有影呢，吼。啊这，另外这就敢若鸡块，这嘛是恁的产品吗？嘿对。哦，这就厉害哦。先卖甲你讲，你又看卖，先食。食了再又看卖是啥物物件？你个少年的啊！有无有一个味走出来啊？要求过了土鱼啊！不是，还是有飞机，嘿对。迄种口感，一块一块，足成的吼，啊这拢是素的。要求型吼，哦，有影要求型的，一块一块吼，敢若飞机安尼。对。这嘛是恁研发的，这是合作的厂商，合作的厂商。内底是爱讲啊吗？内底是蒟蒻，公鸭骨，哦，啊，做较有迄味吼。重点就是迄个味，食就会足香。这两个少年哦，故事还佫真济啊。然后，这是伫台北，嘿对。这恁差不多开，这是头一间。这是头一间差不多3年外。3年外，啊，即摆创到几间啊？即马新德区有3间。新德区有3间，就是像啦，有汉堡啊，有啥？汉堡，主要是汉堡。要求我甲你讲，人客观，我无甲你骗。这吼，我摕互阮囝食伊两讲，食袂出来，食袂出来。你若看这内面，你注意看，这肉的纤维吼，甲以早咱咧食的迄个素食，哦，无啥共。汉堡，你看素食大变化，有影吼。安尼一进来，就爱去恁工厂，好啊，好啊，甲恁研究一下，无问题。看这吼，这个荷包卵是安怎做出来的？真正，我真正讲，
我食袂出来呢。我搁食一摆。好，啊，食完哦，人家到底来工厂来看卖，看这些卵，夭寿啊，做甲安尼，啊个色甜吼，啊个深深浅浅，深深浅浅来咧。哦，毋是讲安尼假，你看咧，敢若我吼，其实我超过20-30年，因为咱哦，人侪岁人哦，较毋敢食迄个加固醇的物件，两人拢毋敢食。这食咯尽量食。嘿，这无问题。但这内面是什么物件呢？咱到底来工厂看，人客啊，来哦，你来看这个工厂哦，你感觉因是咧生产什么物件？嘿，你若哦用过去的这知识，你会想讲，啊，这个冷饮啊，金龟啊，好像是咧做水饺，吼，水饺素食水饺，吼，啊，无就是咧做金龟饼，吼，啊，冷饮可能是唔知呢，但是实际上是咧做啥的？做这个荷包蛋啊，啊，你这个过程是开始先创好，啊，再落去创啥物？就去甲吹好烂。先爱吹好烂。对对，爱吹好烂。啊，吹好烂，吹好色。啊，过来创啥？过来的这加工。加工，出来就袂使翕啦。啊，你知无吼？这种高门独市的这个技术啊，哦，大家吼，敢若咱看这个吼，你评判者，你互你看这个外心皮啦，真材实料，真材实料啦，吼，用冷饮、金龟，啊，搁啥物材料？搁一个绿豆仁。绿豆仁。嘿。但这三项。对。咁安尼？搁这两仁。啊，做两仁。啊，两倍就是大豆蛋白。哦。大豆的这个，黄豆的这个两倍。对。安尼啦吼，其他的我就，吼，这咱来看下一个下一个流程。好。这看敢若绿豆霜诶。对啊。这是绿豆霜啊。对啊。哦，所以你讲迄个绿豆仁就是这啦。对。绿豆霜。脱壳的。脱壳的。对。啊，这个睇下冷饮吼。是。啊，你吹好软。对。啊，这金龟。对，金龟。啊，刷来可能是真正的弹塑给变做粉，是不是安尼？唔是的，我有一个机械会当加杂木结做伙，甲伊的物理性质来改变。是。哦，啊，所以也产生了化学变化。对，应该是讲甲伊的迄个口感规个提升安尼。其实这吼爱有一寡对着食物的迄个直觉。是。你无这直觉，你哪会知影讲？我这个加这个，这个加这个，看伊加起来敢若两仁。哦，当然啊，佫有其他的物件，咱就无去看。对。但是这个哦，绿豆霜是恁去刮来，还是佮家己爱处理？这直接过来。直接刮来绿豆霜，这外口有人处理。对。是。啊，刷来这是两仁。对。啊，那两百咧？两百就是另外一步咯。另外一步吼。啊，这落去夹就是夹要迄边。对，等有去拍。对。那我来试一解，互恁看。啊，来看下一个流程。对。我甲你讲，我超工早起来啦，袂使互你看。即我吼甲困球吼，讲拜托，即台机器吼，阮少翕一个啊。你看，即两只吼，神秘啊！来，你来看，秘密一只啦。即只是啥物物件？阮咧拣两个物件，甲两做成，个头拄你讲遐材料变成一个荷包。不得不起啊！对，就是会当做到安尼啦。即台机器，即还搁咧申请计划。是，所以这是头一代，头一代，恁爸爸做出来。对。
这看就知影，这台湾老师傅去翻刷创出来的物件。家己变的啊。对，哦，去翻刷去创出来的。哦，恁拢看无啦？吼，我摕起来看一下。哦，我嘛看无。但是吼，我感觉这就是咱台湾人厉害的所在。厉害的所在啦。就是讲，我不管如何想办法来克服。哦，而且以消费者、以使用者为心心念念。对。这就是上重要的一项啊。素食哦，已经唔是过去迄种什么食菜糕啦，还是花生咧食的吼，是健康的，是食和平的。哦，而且因的品牌哦是和平素食。吼，咱头仔去内面看了，后金瓜、后宁忍，吼，这物件一包包创好。但是啊，我咧想讲吼，两个斗阵做事业，恁到底是安怎投入的？听讲是你是少数，是恁兜本来咧做素食。嘿，对。恁兜本队咧做什么素食？就是阮爸爸拢会研发一寡较特别的材料，哈，伊就想讲，卵敢若无人咧做，伊就要试看嘛，互伊较大量的生产。嘿，阮就开始第一批去试做，第一批试做了后，头做个因就是阮第一批的客户。所以你是因兜的客户？迄阵阮拄啊用咧汉堡店啊，因为阮做专属的专属内底也无牛奶也无卵啊，所以就感觉足无聊。用着这卵，就感觉讲迄个餐点会当较澎湃。迄阵第一代卵是这食甲安怎？这是主要是较无人有这种物件，较特别啦，新鲜。趣味，对，其实足侪人要点这个物件安尼。甲即摆较早我食起来的感觉，一定有无共款啊，差真济啊吼。因为提升足侪啊。就是你就是因兜的客户。对啊。但是恁老爸还佫会去研发佫有诶无了。伊本身是读机械，机械对，所以伊有兴趣，有兴趣。你本队敢是做这道？我唔是，我伫咧拍 YouTube 啊，伫咧网络拍 YouTube。你就盲青就对啦。盲青。你就是盲青啊啦，吼！本来咧做这，但是安怎这个机会是看到去互头得感动着，还是叫恁老的讲袂使你咁样转来？这中间就疫情嘛，疫情大家拢无通会当做嘛，迄时阵阮爸爸研究甲被迫终止。拄着疫情，才停下，对，停下佫拄着这个，对啊，学起来。这敢若佫会使哦，因为后来就欠卵嘛，台湾就欠卵，1年2年啊，欠卵。拄着欠卵。对，我就想讲，这物件佫敢若会当互伊重新复出。所以，恁两个人相夹起来，这个经过。恁家己的体会是啥物？就是讲物件是物件，但是要有真正有伊即个消费端，还是阮需求端来，甲你讲了，你才会知影讲哦，这是哦，头前伊有路有一个 target， 有一个方向感。迄就是我的直觉啦，做成的直觉，我较擅长。对。你迄阵是安怎？阮想讲，就笑脸面的卵就来找伊，还是安怎？因为我本来是食草的，因为厝内面是做素，阮兜嘛是做素食的。哦，恁兜做素食？阮兜做素食应该嘛有差不多40年啊。阮爸爸因在做。是饭桌啊，迄种素食？无，因做菜料的。哦，做菜料的素食。对。哦，所以你本队也有相当的这个基础伫基础伫咧。但是你本队嘛毋是做这道的啊？对啊，因为我以前是因为迄阵较爱钱啦，就去园区咧上班啦，做工程师，做业务。卖官就对啦。无，我后来撇到一个所在当卖官安尼。哦，你做业务就对啦。做业务。但是对着新奇的物件，你就有趣味。对，因为我本身可能就工程师的迄个头脑，所以看到一寡较
较无共款的物件，阮会有兴趣。啊，来就是讲，因为后壁转成业务，所以看这嘛商机嘛是其实是有的啊。对。然后吼，我上好奇啊，嘛是观众朋友可能会真好奇啊，是讲，即个工业研究因甲即个物件吼，是不机，对，教你，啊，这是两人啦，啊，这两辈啦，啊，你家己去舞啦，是安尼吗？还是讲？无，喏，你只照我的1、2、3、4、5，啊，就去做，还是什么过程？其实甲公园院遮吼，其实足侪是因为因有足侪无共款的材料，因会开发足侪先进，啊，因佫有一寡设备会当测伊的迄个口感，所以伫我的迄个工程师的头脑内底讲，即种物件就是爱数据化，爱有一寡资料出来。来，咱较有可能讲反复去加生产啊，甲找到上好人会当接受的物件，一定爱数据化。就是你要饲嘛，袂当安尼飞天遁地安尼饲，黑白饲，这无了是。是。啊嘛，有小可有一个结构，就去想哦。对。我要爱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爱泡油油，嫩想想。对。吼，啊，我这个物件安怎呢？啊，你就甲问。对，啊，阮就含伊安尼看起来，因一寡物件会当改善口感，啊，有一寡物件会当提升营养安尼，所以这真正是足好的组合安尼。这整个这尤其迄个荷包蛋吼，这是过程当中吼，到有啥物特别爱突破？我哇，刚刚就要去弄壁，那唔对，还是讲真顺利？还是讲有讲其他有啥物其他的所在？小等要来问这个建行长吼。是。我有先电话甲问，这内面其实还佫真侪因家己所做出来这个秘密的。我是唔知你唔通讲。可能阮即摆有计划，可能较无方便啦。啊，毋过确实是口感会当差足侪，啊，再来就是迄个营养会当提升安尼。对。啊。包括讲咧做的当中是有啥物物件加入来，无加啥物物件加入，恁敢有参与意见，还是讲其实因摕来的时阵，这个产品就真完美啊？因为这中其实佫有一寡测试，确实因有原料，啊，毋过咱是实做，啊，佫到消费者遮安尼去，互消费者回馈，因为足侪想法是会当互迄个。口感提升的迄个材料安尼，啊，佮一寡阮即马咧进行的新的秘密，对，新的技术哦，新的技术。秘密哦，阮会知影这哦，我是看小数的，这个网情的这个影大啦，咱来看卖吼，这内面小数还佫真讨厌。对，要怎么保存啊？是冰冷冻吗，还是什么？我们刚做完这个荷包蛋，我们就会进到急速冷冻的部分，让它冷冻。那像这样子这么薄。在冰箱就可以塞个10包、20包都没问题。比起买蛋回来放在冷藏，它其实只能放2、3个礼拜就不新鲜。应该没有那么久，应该没有那么久，大概1个礼拜就差不多。这可以摆多久？负18度C 的状况下，其实放个1年都没有问题。真的假的？超方便，不觉得吗？可以摆这么久？对，我们之前吃过最早实验的样品，是冰超过2年。真的可以吃？但是没有拉肚子哦。没有啦，但是按照法规走，就是标1年这样。头拄仔咱看到这个吼，小树吼内面也讲啊，讲吼，恁的这个荷包蛋会当零下40度，啊，放1年，冷冻起来，18度就18度就会使，18度就会使。对。哦，啊，这就甲一般大家对素食的观念差真侪咧吼。冷冻食品拢是安尼，但是或者卵的时阵，大家拢感觉那会当冻遮久。对。因为一般咱的卵啊吼，可能冰箱啊，还是咱买来啊吼，这2礼拜就袂食啦，啊，佫无好放，无好收，安尼。通常1礼拜就差不多拿。差不多啊，味就怪啊。啊，这个好算所在。对，好保存。素食就唔拿以前迄种干那补草啊，对，补草、补豆啊，补草食豆啊呢吼。所以恁2个拢过去拢有这个处理也好，还是生理拢有做这个素食的这个概念。是。啊，恁也真接触真侪素食的人，
人口。对。你观察台湾这几工的这个素食人口的变化，你尤其你对这个消费市场真正你也做盲情啊，真正消费者会给你回馈吼。是。因的意见和恁什么感想嘛？是什么？是愈来愈侪人是较重视环保，甲友善动物，莫去伤害因的原本的生活嘛。就是较侪人是介意这种的理念，然后真侪是看阮的以前的影片嘛，介绍足侪餐厅的素食餐厅，大家拢去试食了，感觉素食袂歹食，甲因印象的拢无共款，安尼就愈来愈侪人开始看网络啊，去试食，然后就愈来愈好。消费者问题，我问恁两位吼，恁即马拢超30，我30，你40几吼，恁这算做学业啊咧创业嘛吼？对。学业创业的时间，恁互少年人一个苦劝也好，一个经验吼，讲互咱观众明知。你若是不管伊是要做啥物行业啊，对。创业的时阵，甲人甲顾，还是讲一个人创业的时阵，爱注意什么代志，爱学习什么代志。我感觉第一个就是讲，创业一定是解决人的问题。这是一个重点。不管是你家己发现的，一定你会当找到一个族群，伊要解决问题。这即摆用一个术语叫做痛点啦。对，解决痛点安尼。来就是讲，因为你要坚持，因为可能要1年2年去找到咱甲人的迄个差异性，唔是讲你做得有，这是无啥可能的，所以一定上无爱甲人比。对，一直对失败内底去找到较好的方法安尼。对。若资本呢？资本就是爱请政府老大人。好资源一点嘛。所以恁在创业过程当中，敢有取到政府资源的帮助？有比如讲，阮其实拢会去甲政府申请，比如讲 SBIR 的案子，来就是阮即马因为想要甲这能自动化，我就去甲工业局申请 CIDD 这种案子，补一寡钱，互咱较顺安尼，摕一寡技术，互业界安尼开当。是较顺安尼，所以嘛爱知影讲，这个社会资源、政府的资源，是。你嘛这嘛是一个趋势啊，因为咱减碳啊，对。SBI 啊，对啊，来，就是爱找理念会合的人做伙做，然后再来就是做代志的过程爱规矩，爱照规矩来，莫有条，照起工，对，这一定上重要的。再就是无亲像迄个山道猴子安尼，弯道超车安尼。一定脚踏实地，安尼讲实地做，豆豆做，先从小小的开始做，对，然后你先观察市场，会当啊再去拓展，豆豆拓展。这甲你厝的有对无对关系吗？有的人讲，恁兜了本来拢咧创这，恁就有对啊，我3顿我就安尼真困难啦。都有关系，但无啊关系尔。爱看你家己有想要做这个创业无？有啊，你有信心就该做入去就对啊。今仔日吼，咱这个品牌吼叫做这个华语叫做砒石为根，其实是和平素食啦。其实是和平素食啦。咱继续要来工业研究院来去找吼。到底什么叫食物基？因这物件的基础就是在这内面哦，会使讲咱台湾的独家动物高门独市的这个秘密，到底来工业研究院。这本来就是咧吸收迄个 CO2 啦，伊本身就是一种叫做低碳的材料。第二个就是讲伊含有人体必要的。咱讲迄个氨基酸，找一寡材料啦，找一寡作者无共的迄种材料，来做这件代志，其实是咱的优势啦，咱台湾的优势。迄个口感的资料库，这个物件足重要。迄个资料库若是建立起来，
所有的厂商拢通用这个资料库去合成。鸡生卵，卵生鸡，到底像是爸爸，像是妈妈？我甲你讲，吼，这个素心卵的爸爸伫遮，就是咱的李博士了吼。博士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博士，你甲咱讲吼，这一般的这素心卵吼，我看过拢是泡啊吼，啊无咧安悄悄的安尼吼。我老实讲，骗食骗食，骗人食。吼，啊！但是咱这个素心卵食了，口感有影无共款哦。哇，整起来敢像荷包卵的呢。这是什么物件？我来甲大家介绍啦，因为咱较早吼做一寡迄个素食啦，吼，就是用单一的材料吼，比如讲用豆啊，吼大豆啦，吼，你去做嘛，吼，啊，大家当看到吼，比如讲像这种，哦，这个是迄个豆仔类做出来 ，TVP 啦 ，TVP 啦 ，TVP 就是什么都三字。英文的都三字 ，texture， vegetable， 加 protein， protein 哈 ，protein 就是讲有口感的素食的蛋白质，嘿，对。这看起来现在高头菇啊，嘿对，咱较早的素食吼，你讲伫个市啊菜市啊吼，内底买，拢足侪拢用迄香菇头啊吼，这种物件去做吼，啊伊迄就是用一般的这种。咱即马思考的即种即马市面上杀会到的吼，上好杀到的迄种，啊人比如讲咱香菇头，人有的人袂爱食，因为伤甜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就甲创做一个拆丝吼，啊伊食起来有一寡迄个口感，就甲咱咧食的物件无啥相像，吼，啊这是较早的迄个素食的做法，吼，啊即马来讲吼，阮去做，比如讲即个卵啦吼。对这个卵来讲吼，其实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讲，咱较早咧食素食，其实咱出发的点吼无啥相像。吼，即马食素食的人吼，大部分是为着健康啦吼。啊，第二个就是，咱讲迄个锅边素啦吼，还是讲迄种毋是讲逐工拢食素食的人吼，伊要求的点无啥相像啦。哦，以前的人是讲只要卖错的就好。对。但是即摆人佫要食健康。吼，佫要食有口感，佫要好食，吼，伊嘛毋是为着宗教的理由。对。我嘛有拄着讲吼，为着讲我要为着地球，嘛有即种人。对，即种人愈来愈多哦，吼，愈来愈多哦。是啊，所以你甲咱看讲，咱这里叫做吼海，这个做海藻。海藻。哈，那有人讲叫做海菜啦。海菜。啊，这要安怎用？哦，海藻来讲吼。伊本身吼，比如讲，咱知影咱迄海藻本来就是咧吸收迄个 CO2 啦，啊，伊本身就是一种叫做低碳的材料。哦，所以伊就替咱家这碳吼，拢吸收来。对，啊，咱像讲咱种豆啊啦，种啥，这拢爱用较侪水啊、土地啦、肥料啦吼，所以伊的碳排会较悬。一个是个碳排的吼，啊，一个是吸收的。吼，所以伊变做咱做即个物件的时阵，第一个伊伫迄个碳排的部分伊会减少，算低碳吼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讲伊含有人体吼必要的，咱讲迄个氨基酸迄个迄种氨基酸来讲吼，伊个伫伊的材料内底个有伊的藻类用，藻类内底吼。但是咱选即个藻类呢，是咱袂使学袂选吼，这藻类一定是咱迄个有光格吼，会当食的迄种。藻类，吼，咱还来做这个物件。哦，所以嘛爱做个敢若新东西安尼。对。食到海草，爱切安尼哦。对，爱切，吼。啊，切着了呢，比如讲咱要做卵，对吧？吼，啊，做卵，伊卵的部分吼，比如讲咱迄个荷包蛋吼，伊个分两个部分嘛，吼。第一个部分是迄个卵白嘛，吼。啊，第二个是卵仁啦，吼。啊，卵白的部分呢，伊的口感无共啦，吼。咱你想看卖嘛，吼，咱即马伫市面上吼，大部分看到的即种植物卵啊吼，大部分拢是创做粉吼，啊搅的吼，啊落去炒，啊炒起来，敢若咱普通迄种卵的内底咧煎卵啦吼，像咧咱迄个炒饭
蛋炒饭迄种卵的迄种型啦吼。是。啊，但是你要做规粒的来讲吼，伊的艺术性就较悬啦。吼，比如讲，咱个爱去分析看卖讲，啊，伊内底迄个卵磷，吼，内底原本的卵磷有啥物物件好的，有啥物物件无好的。好甲无好是啥物意思？比如讲，伊内底有好的，就是讲，比如伊内底一寡蛋白质、氨基酸是好的，对吧？哈。啊，伊内底若是有一寡胆固醇、肝包油，这种物件吼，可能就是对咱人体可能有一寡负担，吼。啊，你就爱个提掉。唔是讲提掉啦，我就是讲吼，就是讲吼，咱的新的产品来开发的时阵，那个尽量去避免哈，避免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啦。是。这个海藻，咱是安怎用入去？我怎感觉有干燥起来？嘿，干燥起来了吼，其实咱看这吼，咱这海藻吼，海藻了伊甲干燥出来吼，其实是像安尼一块一块吼，较轻。哦，这个是互咱工程啊生产的时阵较好处理啊。哦，所以恁咧做的时阵，已经有想到讲后手，人要接手的时候要去做安怎做啊？对，吼，比如讲，这个就是伊吼，甲浸水了，伊个变做材料，发起来，发起来。工程要做的时阵吼，伊个用这种材料去甲 QC 啊，吼，比如讲这撒起来了吼，你看看，伊有一寡纤维吼，吼，你看看。有一寡纤维，这无啥相像啊，甲你看到这拢无共啊。是。伊就开始做加工。哦，伊就后手伊家己去处理。对。啊，比如讲这红色的部分吼，伊个会当变做卵磷的一部分。哦，卵磷内底佫有挂迄个磷磷啊，吼磷磷啊一挂迄个植物的材料伫内面。哦。对。你讲两百的部分吼，有掺一寡普通的这种迄个豆仔类的这种，就是伊内底有一寡迄个口感的资料库吼，这个物件足重要。口感的资料库。对。比如说这包起来的形，甲这个包起来迄个口感拢无共。所以恁有一个资料库。是。就对这种包起来是安怎？对这种包起来，但是。每种物件，伊温度还是伊的形态，口感嘛会产生无共款的样态嘛。对。较早的厂商啦、朋友啦、大家咧做这个时阵，拢是靠经验啦。我这要创偌济，我这种材料要用偌济，食起来出安怎用？迄拢用想的啦。所以朴师恁的任务就是甲模组化，对。甲科学化安尼。对。所以迄个足重要的，迄个资料库若是建立起来。所有的厂商拢用这个资料库去合成，比如讲我今仔要做牛肉，我今仔要做羊肉，我今仔要做。我来找啥物材料？我来夹的吼，我要找对这种植物来头，按个足简单会当找。所以大家就是咧拼这个。是啊。这。比如讲这个砍手吼，这砍手起来了，伊就变轻啦吼，轻了后呢，你个足轻的吼，足轻的。这飘呢吼。对。伊轻了吼，比如讲厂商来讲，伊比如讲伊要去买材料，要买啥来吼，伊就会足好分送。这个控物的味呢。咱迄个有点像咱迄个海带。控物的味诶。菜啦吼。这叫做海木米，海木米，海木耳，海木米，磨做粉啊？磨做粉料咧，你可以当做去做添加，提味啦，添加啦。对，咱头仔闻到味就差不多是食到的。对。这是泡在倒位？伊是纤维蛋白对吧？纤维的，纤维的吼，你若是甲磨做粉料，伊纤维会无去嘛。伊会被打断嘛，伊会拍断了吼，伊其实来当变做粉来做添加的粉里的顶管，互伊的营养跟留伫顶管。你有影有只学问的，有诶无用粉的吼，你可以当做迄个纤维，一丝的，像安尼。所以我会当安尼理解，这是铁，这是铁，这是这要甲伊斗掺的，添加，添加。是安尼哦。这就是砍手的机器。这一般来讲吼，就是讲咱甲砍手的时间，温度拢袂改悬，因为咱低温的啦。低温吼，咱低温为什么要低温吼？因为足侪营养分吼，拢足惊烧啦。
烧去就变质啦。烧去伊个营养分就无去啊。吼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讲，咱咧食，比如讲咱咧食炒菜，哦，你也炒菜，你也无放油，无放啥，你也小可炒一下，伊迄色会变去，对吧？啊，对。哦，你看温度较悬的，伊色会变去。咱讲这叫做褐变，褐变。哦，变乌去啦。嘿，啊，所以这内底有一寡技术，就是讲，我会当用低温的方式吼，互伊变色。哎，对嘞，你才甲我提醒着吼。这本来是紫色的，就是爱紫色。是原本的特色。哦，这种美感的吼。对。啊，比如讲咱去煮物件，咱煮咧一定变乌去嘛，吼会乌去，吼啊，所以你若乌去了，第一个伊的色泽个歹看，吼个歹看，啊消费者就无爱啦。哦，所以啊，博士，你这敢若即摆这上时间就叫做分子料理呢。你分子料理吼，就知影讲这食物的特性，啊，甲拍破，互你食袂出来，讲这到底是啥物物件？我原来这就是分子料理啦。是，但是上重要的就是讲，伊全部拢是天然的，伊无做任何的添一寡有的无的，这上重要。拢无加啦。拢无加。所以也无加什么起云剂啦，啥有的无的。全部拢是纯植物的。但是咱咧加的时阵，伊嘛物理变化，伊嘛是嘛有当时无一定掠会出来啊。是啊，啊这是阮的责任啦。啊，咱搁爱看这个，搁有迄个天贝吼。哦，对，咱即马就是讲，咱用迄个海藻，吼，海藻料呢，其实咱即马上新的物件吼，即种叫做天贝菌，吼，一寡菌啦，吼，即种微生物啦，微生物的蛋白质，吼，即马是上新的一个发展。微生物蛋白质是啥物物件？咱平常时间一般敢会食得到？一般来讲，吼，即马其实是有啦，吼，但是足少。因为微生物要互伊生长吼，无遐简单啦吼。因为比如讲，这会当食。咱一般食物内面敢有食到这个微生物的迄个食物？有时候会有，比如讲咱食一寡迄，比如讲养乐多啦，吼啥，迄拢是哦，有乳胶。嘿，比如讲迄拢是属于啥物益生菌啦，这种食品拢有啦，吼拢。啊，所以有发酵。有发酵啦，吼有迄种你会生起来了，比如讲咱咧食迄。一寡菌吼，生起来了，你食落会咪迄种无吼。哦，啊，所以那上简单，互观众会当理解的是，米素会使。米素嘛算，伊嘛是算个微生物落去豆仔内底去甲发酵。所以天贝嘛是算着。嘿，对，伊去发酵。啊，比如讲，等下我会甲大家介绍，就是讲即种菌啦，吼，其实伊会当落去，比如讲咱迄个豆仔仁啦，人讲迄个坚果啦，伊会当互伊软化。伊个会变做足好食的物件，嘛有营养。所以这菌拍入去了，伊就软去安尼。对，互伊家己的一寡代谢物，还是伊一寡的功能嘛吼，伊个会让这个迄个食材吼，会当改变伊的性质。哇，博士，这是啥物菌啊？吼，这是即种迄个天贝菌啦吼。啊，这个菌来讲吼，其实阮是对迄个对迄个。金蕉啊，金蕉叶啊内底，吼，金蕉叶啊表面吼，去采取到的。哦，对。我平常时阮咧食迄个印尼的迄个天贝。对。你是对金蕉的皮、金蕉叶啊顶头菜的菌，要去培养。对。啊，培养起来吼，你甲看伊个蓬松安尼啦吼。看起真水呢吼。吼，伊生起来了吼，伊个蓬松。啊，这个蓬松来讲吼，伊个会当甲用咧，比如讲咱拄仔讲的迄个果子仁啊，啥物货顶内底吼，去甲改变伊的性质。吼，啊，天贝菌伫印尼做有名啦，做营养，就敢若咱日本咧食迄个纳豆相像。小等下，博士，你是安怎会去想到讲这两言、这三言哦？第一，你是安怎会当想到讲去金蕉叶啊顶头去找这？当然，阮一寡做研究的吼，阮会去查看卖吼，人即个菌的爱的迄个环境是伫倒位。啊，阮会研究人员伊个去世界去找。哦，所以爱先甲做一个迄个科学化的分析。对。温度、湿度。对。啊，啥物环境？对。啊，日照。对。爱去找。对，爱去找。啊，找着了吼，其实伊菌内底吼，你嘛是袂使黑白食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先培养起来。对，爱培养吼。
不用快啊，但是会食袂食嘛是爱食看卖才知啊。对，啊，第二个就是讲，这种拢是属于迄个可食用的，会使食的啦。有讲过会使食的一寡菌，你还该食。所以博士，你敢有食到有落屎过？无啦，这这做营养的哈。无，我的意思是讲，你咧饲的过程当中，有饲到哦，都唔对。袂啦，我拢先爱确认讲，这个是国家有讲会使食的物件，我来人去分析讲，这会想食。对，啊伊比对，比对讲这个菌的迄个 DNA 甲迄是相像的。咱公告出来迄是相像的，咱才会当开始做。加在我俩做是讲，敢若古早的神农氏吼，食落安尼吼，我会记细汉时看即个网架吼，像神农氏吼，讲食甲规头拢肿起来，讲伊拢逐工拢食着有毒的物件，啊，这就是天马菌。对。伊要食啥物？要食啥吼？啊，这个是纯这种物件。哦，画出来的纯这种物件，啊，就是互伊去食，互伊食伊就会升起来。我会当拍开，我会当拍开。会使啊，你拍开看卖。这是啥物物件？这是配方啊，配方啊。会当片的。营养剂的配方。哎呦，会足香的呢。敢若香菇水的。吼。这配方吼，这配方来讲是所有研究的人内底是上大的机密。哦，你看迄目色啊咧！对，你若有材料会当配这吼，你搁搭配你家己专利的菌吼，所以你拢会当接落所有的物件。博士愈看愈亲像柯南，哦，就是这。对。啊，这就是安尼落去培养。对，啊培养落去了，伊啊加伫咧盘仔内底，伊就一直生起来。哦。你若互伊食了无介欢喜，伊就袂生安尼。哦，这然后放伫这个豆仔仁啊拍破了，第三样就是讲，咱嘛唔知影讲伊具体拍破了会变做啥物，迄嘛是种试验的过程。对，咱来试验伊的过程，吼，咱嘛唔知影，咱有当然要做这个实验之前，咱爱先做分析啦，吼，比如讲伊内底伊会分泌一寡迄个二次的代谢物，吼。伊有法度去软化，是去做啥物改变？咱头前爱做一个分析，预测，预测，过来就是咱实验人员吼，就开始去做实验，做出来了，真正会使，真正会使，咱搁用迄个机器来甲测看卖啊，比如讲伊偌软啊，伊可能伊的深度是安怎这种物件，咱就开始用迄个。机械的部分去甲测，到尾啊就变做一个资料库，我拄仔讲迄个资料库。所以这真侪秘密伫啦。对。但是对像种朋友来讲吼，其实你唔免知影济，唔免烦恼遮济，用材料就会使啊。恁就教互伊就好。对，教互伊材料就会使。好，这天马，咱来看吼，这个荷包卵的爸爸吼，讲互咱听。但是边仔我生出一个吼，伊的兄哥，这是啥物物件？这个是迄个植物鹅肝。鹅肝啊？鹅肝，植物鹅肝。你看我这眼神无相信，有影无影呢？啊，这柯南，有影有这个，吼，这个鹅肝的这味呢？啊，这是头拄仔咱所讲的，用这个。天马菌，甲即个，我看这敢若迄个豆仔迄个形啊，搁伫个，这安怎用的？咱咧做即个鹅肝的时阵吼，咱定定食着，比如讲鹅肝酱啦吼，鹅肝这种物件吼，其实是法式料理内底做高级的一种料理。哈。但是伊咧做即个时阵吼，其实咱消费者咧食即种物件吼，食正式的鹅肝的时阵，其实伊是咧食伊的烤味。伊咧食伊的脂肪肝啊，肝包油迄个部分。肝包油啊，肝包油迄个部分，所以伊食落就是爱互伊安尼香香吼，啊，软丝骨安尼吼。一加落化油。加落个化油迄种感觉。啊，咱要做即个植物的物件，要做到即个形吼，咱就爱想着两个点啦。第一个就是吼，爱互伊食落了绵密啊，吼，即个感觉爱出来。按迷化化，迷化化，
第二个就是你食落的时阵会油啦，迄个油的迄个香味爱出来。爱有油，袂涩涩啊。对，袂涩涩。所以阮爱选这个材料。他拄仔听朴师你安尼分析起来，恁就对着什么口感是什么物件造成的？这两环这两边的之间的这联系，恁爱真了解呢。是，所以迄个资料库足重要。足重要，完全是米其林的顶级的，哦，就知影讲我这什么物件食起来是什么感觉安尼，啊，我泡泡滑滑呢。咱就去选迄个材料来做，啊，伊当然伊可能无法度完全按伊的材料去做，啊，咱就尽量的咱去甲组合起来，互伊食起来会健康，啊，莫足济物件去组合，啊，大家食起来足简单。足简单食，啊，足省，食起来足省，啊，食起来足健康安尼。上后尾一个代志，我请教你补充啊。咱食品的研究尤其对着素食的研究，咱台湾徛在这世界什么地位？观众朋友来理解讲，咱工业研究院来这个领域内面是什么地位？啊，尤其咱亚洲人的口感。亚洲人的这个爱的物件，在世界是什么位置？我想，咱台湾其实足厉害的啦，咱讲到食主要源头就是迄个农业嘛，咱台湾农业应该是世界领先的啦，所以变做讲，咱去找一寡材料啦，找一寡足济无共的迄种材料，来做这件代志，其实是咱的优势啦。咱台湾的优势，真简单就要出点，要爱什么就卜一个就有安尼。是，啊，所以伫即个过程内面变做讲原料的部分，咱较有优势，较有优势嘛，啊，第二个就是即个原料要甲变做材料这段，咱讲原料入来，比如讲金蕉啦，海藻啦，这原料拢有啊嘛，咱要甲变做即个物件的材料，即个物件的所在就是咱。比如讲，阮算工研院，还是讲咱一寡其他的法人其他的学校，咱个对这个物件开始去看卖咱。啊，这种组织嘛有够强，才有法度啊。你莫过谦啦，对，就是讲，其实咱讲食品啊，还是讲农业啦，其实这拢是一寡迄个，这个是一个或者跨领域的迄个知识的结合啦。比如讲，咱咧做这，毋是干那讲学农的伊个会晓做啊，嘛毋是讲学迄个微生物的伊个会晓做啊。一定是一群人，有学农的啦，有学迄个食品的啦，有学迄个微生物的啦，大家坐落来讨论，利用你的循环，啊，甲做一个系统，然后才能做出这个。咱台湾这素食的这个发明也好，还是讲新的这个食物肉，还是食物卵，咱叫做食物卵机啊，是不是？咱叫食物卵机，植物基啦，食物基食物基，这个物件，咱台湾未来的这个进展会可能是啥物？其实咱台湾这个素食的人口已经几百万的啊，300万啊嘛，但是毋是专门咧食素食的，就是食方便素的，还是食迄个素食加荤食的这种，其实上了2倍以上。有影。所以咱即马咧考虑的就是讲，咱即马植物基的产品，其实咱即马咧想的就是讲，对阮来讲，就是阮一直提供一寡较好的材料，互遮的迄个厂商朋友，应该家己去想看卖，伊要做出啥物物件出来，来供应到即个2/3，就是比如讲咱300万是食素食的，这600万食的人，因想要食啥物物件，所以这物件呢，变做讲，所有的拢伫即个材料内底去做变化。但是这个材料最重要一点就是，咱即马规个全世界的区性就是爱用一寡低碳的材料，低碳来的材料。第二个就是食起来就是敢若口感，爱有营养。比如讲，阮最近嘛咧做海鲜啦，
海鲜啦吼。啊，比如讲你海鲜，有个人食食虾啊啦，食啥伊会过敏嘛，起心毛啊吼。啊，阮即摆咧想的是讲，阮今日来做一只迄个龙虾，吼。食了袂起心毛诶。起心毛，你个会当食到龙虾的口感跟营养。哦。所以变做讲，阮咧想的是一件，比如讲，阮即摆咧做的，甲别人较无啥相像，吼，就是讲，厂商朋友因想要做的，但是目前无法度投入研究，还是投入会当真紧做出来的部分，这个是政府咧协助的所在。资源投入去。资源投入去了呢，咱这研究人员吼，把这个物件做出来了呢，伊个当用比较合理的计数吼，移转吼厂商朋友。佮想到相转吼。对，啊，这个来讲吼，对咱台湾的一寡素食的业者来讲吼，其实是一个福音。啊，而且吼，世界这个观光客吼，因拢知影讲台湾是素食食的天堂。是，无毋对。吼，然后讲咱这是素食岛啦，素食岛。对啊，蔬菜毋那是蔬菜而已啦，啊，佫有一种吼。对。吼，世界万人台，拢伫咱台湾新港界。这个食物机哦，伫台湾哦，啊，佫有真美好的前程哦，拢在可能哦，农业研究伊，像李博士这种，而且佫较侪食到袂起心毛的，这个龙虾，咱哦真期待，感谢。感谢大家。